台湾原生的甲蛇龟甲赤皮龟特别绝种啊，而且咱国内即马也要成立龟类的保育教育园区，若要照顾即寡龟，也要来研究甲做复育。照护管理员向民众绍介这个乌龟，边仔阁有研究人员咧记录乌龟成长的资料，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只有照顾龟类动物的保育教育园区。阮也收容保育，嘛做教育推广。这乌龟足济，因为阮厝里嘛有饲啦，来这参观者看一下这个其他的物种啊。觉得这里的那个导览老师介绍的非常丰富，然后我也真的是大开眼界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乌龟。龟类的就是照养展示，然后去营造说是一个符合动物福利的一个就是展示区域之外，主要就是去想要推广说就是我们龟类保育生态保育教育的一个推广，以及作为原生龟就是研究的一个平台这样子。这个龟类保育教育园区为2019年成立到今。主要是照顾台湾原生种的石蛇龟、甲彩冠龟，教育园区保育，这是教育甲研究的场所。内底无医生嘛无空间去收容民众捡到也是无爱饲的乌龟。量体重的时候会顺便看它的外观啊有什么受损，那可以透过它的体重或是外观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，这样子。如果民众有收到或是捡到这些路障的乌龟，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受伤的，那其实比较适合的是跟当地的县市政府做联络，那当地县市政府会提供协助跟处理。教育园区表示，经过适当的时间，内底计共收容将近800只的龟类动物，考虑到防疫的安全，所以只开放教育有用的导览。未来会向栖地野放的目标来进行，让台湾原生种的龟类生态达到恢复平衡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